自2024年8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掠侍奉上帝做公营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17章第10到19节。约沙法率接伊的老爸亚撒做犹大王，奋发自强，对抗以色列。伊派军队驻在伫犹大遐坚固的城，搁伫犹大地，甲伊的老爸亚撒所攻取。伊发现遐个城派兵防守。上主甲约沙法同在，因为伊照伊的老爸初期的所做去做，无拜巴力。只有服侍伊的老爸的上帝，遵行伊的诫命，无照以色列诸王的所做去做。所以上主坚固约沙法的统治，犹大人民献礼物予伊，伊就真侪财富，搁真受人尊敬。伊勇敢行上主的道路，搁对犹大废除山头坛甲阿舍拉女神的雕像。伊做王第3年，派伊的人臣便害伊勒、俄巴底亚、撒加利亚、拿探业、米盖亚去犹大逐个城教导人民。甲因做伙去的有利未人、示玛雅、尼探雅、西巴地雅、阿撒赫、示米拉末、约拿单、阿多尼雅、多比雅、多巴多尼雅，以及祭司伊利沙玛甲约兰。因带上主律法的册，行透犹大所有的城，教示人民。犹大周围列国拢真惊上主，毋敢甲约沙法交战。非利士人有个进贡银予约沙法，阿拉伯人搁送绵羊犅甲山羊犅各7700只。约沙法愈来愈强盛，伫犹大去要塞甲囤积的城。伊伫犹大的城有做真侪工程，搁伫耶路撒冷有勇猛的战士。因的数目照宗族记伫下面。犹大一组第一指挥官是安那，带勇猛的战士30万。第二个是约哈兰，带28万。第三个是谢基利的囝阿玛斯雅，伊甘愿奉献家己予上主，带20万勇猛的战士。便雅悯一族的勇猛战士伊利亚大，带亚强箭甲盾牌的战士20万。第二个是约撒伯，带武装战士18万。这个拢伫侍候王，另外还有王派驻伫犹大坚固的城的军队。掠侍奉上主做公营。约沙法接续老爸亚撒做犹大王，首要面对的问题，就是以色列国的威胁。亚撒后来选择甲叙利亚同盟，虽然战略成功，毋过却导致失败，因为伊无搁再亲像早年谦卑寻求上帝。约沙法和伊的老爸亚撒无共款，伊毋但寻求上主，而且掠侍奉上主做公营。圣经作者指出，亚撒虽然甲犹大、便雅悯甲所有占领的以法莲山区逐城的偶像除去，
却无甲所有山峦仔顶的神庙摧毁。但是约沙法做到，而且做甲搁较好。约沙法除了废除山峦顶的神庙以及犹太的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搁派官员、利未人和祭司到逐城市，用上主的法律教导人民。1865年，英国长老教会差派马雅各医师来台湾宣教。当当时，英国教会检讨17世纪荷兰人伫台湾宣教失败，原因在伫荷兰宣教师干那互信徒教义问答，并无互因圣经。马雅各医师宣教期间，发现边牧族的口书是用罗马字书写，为了培育台湾信徒，伊决定推行罗马拼音的白字运动，并着手翻译台语新约圣经，也捐赠一台印刷机。了后，巴克勒牧师接续台湾宣教工作，为着使用这台印刷机，特别伫休假转去英国的时，刻意去学刻字、排版和印刷技术。1885年创办台湾第一份报纸。1916年，巴克勒牧师完成台语新约圣经翻译。1930年完成旧约圣经翻译。伊常常为这伫祈祷，请准我活点世间，直到翻译圣经的事业完全完成。这本圣经的印制过程，捌受战火影响，延前，直到1933年新旧约圣经出版的时，巴克勒牧师已经高龄84岁。伊回想规个过程讲，为了这真荣幸的代志，我常常感谢上帝。但愿这本受益的新旧约圣经会当互真侪人阅读，使真侪利益互众人，因为安尼蒙福搁较济，这是我迫切的祈祷。巴克勒牧师延续以前的人的努力，致力伫用白字，互信徒会当家己读圣经，进一步翻译几本的圣经，互台湾人的信仰得到坚固甲培育。接继荷兰宣教师后面，来自英国的马雅各医师和巴克勒牧师，透过白字圣经，互福音搁较落实伫台湾这片土地，就亲像约沙法接续亚萨，将上主的律法普及到犹太逐乡镇，互信仰搁较落实。尽管伫坚持信仰的道路有真侪困难甲挑战，因也坚持互上帝的话深深定根伫所踮的土地，无为别个，单单因为因掠侍奉上帝做公营，要互上主的名通得到宣扬。咱接续先人的信仰，若会当坚持掠侍奉上主做公营，相信迄后来的荣耀要较大伫早前的荣耀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感觉到伫信仰的传承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危机感？我是毋是亲像约沙法共款，坚持掠侍奉上主做公营呢？我是毋是感觉到伫信仰的传承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危机感？我是毋是亲像约沙法共款，坚持掠侍奉上主做公营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带予阮真侪亲像云彩般的见证者，一生掠侍奉上主做公营。求你帮助我，伫信仰道路顶面也会当坚持不移，搁互人伫我身上看见你的荣耀。奉主的名祈祷，
阿們。願上帝賜予你身心靈攏勇行平安。